这是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朝拜菩提迦叶摩诃菩提寺；达赖喇嘛尊者出席2023年首届国际僧伽论坛开幕式；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唐纳德·图斯克再次当选为波兰总理；欧洲议会发布中欧关系报告，谴责中国治藏政策；英国议会就中国迫害西藏佛教徒问题展开辩论；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圆满结束在新德里的游说活动；外交部长诺森卓玛圆满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行程；欧洲越南佛教统一会谴责中国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宜；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拜会捷克驻澳新任大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西金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上周五12月15号抵达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受到各方僧俗信众的隆重迎接。在抵达菩提迦叶的第2天，达赖喇嘛尊者朝拜佛陀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之圣地摩诃菩提寺，受到摩诃菩提寺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和成员、各方信众和朝圣者的隆重迎接。在尊者绕完摩诃菩提寺宝塔后，步入寺内，与琅杰寺的僧众一起在佛陀释迦牟尼圣像前诵经祈福。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朝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I feel great honor pray in front of this special Buddha statue and this very sacred place. So now, on our planet, including weather condition, things are getting difficult. So we are fortunate. Pray to Buddha. All difficult things can overcome. I pray Buddha, and because this is a special place, so any our prayer is more effective because of the sacred place. Thank you. 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2月20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了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国际佛教联合会与新加坡西藏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2023年首届国际僧伽论坛开幕式。本届论坛将聚焦深化佛教巴利语、梵语和藏传佛教等派别修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探索佛教在21世纪的作用与意义。达赖喇嘛尊者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这个巴黎区域的历史的区域人，咱们这要的，因为这他们印度的这些长久生活面的做了些，而那我个伢们是不是个的，因为我个他讲我的些开始不的长久生活呢，哎。但是嘛要入职的senso那些，我是不是长的呢？因为导致了也和什么很多的是很多根本的话，做长久生活面的修持开始不的，我认为呢，下下呢，长久生活呢，这个娘娘的过来的也了，就可以哪有个判断度。
为期3天的论坛主题为桥接传统，拥抱现代，今日世界佛陀教导的对话。来自泰国、缅甸、孟加拉、柬埔寨、辽国、斯里兰卡、西藏、不丹、尼泊尔、越南、台湾、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等33个国家的近3000余名僧伽和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及发表演讲。本周四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的朗杰寺行宫中，特别接见了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先生。明天12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摩诃菩提塔与参加2023年首届国际僧伽论坛的各国代表一起参加世界和平祈祷会。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四12月14号致函唐纳德·图斯克，祝贺他再次当选为波兰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向图斯克总理致以祈祷和良好祝愿，并祝愿他在应对未来挑战、满足波兰人民的需求和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于近日在一份有关中欧关系的新报告中，强烈谴责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强调这些政策侵犯了西藏人民的教育、宗教、文化和语言权利，并威胁最终消除西藏的文化和藏人的身份认同。这份报告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废除在西藏实施的寄宿学校制度，以及呼吁国际社会制裁负责设计和实施该制度的中国官员。报告进一步谴责了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于今年9月1号开始实行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又称第19号令。该办法旨在进一步限制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自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对欧洲议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表示欢迎。他对欧洲议会着手解决西藏人民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表示感谢。据了解，这份报告的动议由欧洲议会议员希尔德·沃特曼斯发起。目前的中欧关系报告于11月16号获得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通过，并于12月13号由全体议员以多数票表决通过。另外，英国议会宗教和信仰自由跨党派议会小组主席及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吉姆香龙议员于上周四12月14号在议会中主持了一场有关西藏的佛教徒遭受中国迫害的辩论会。吉姆香龙议员的倡议得到了菲奥娜·布鲁斯议员、雅各布里斯议员、凯里·麦卡锡议员和凯瑟琳议员的支持，并在辩论会上相续发言表达关切。吉姆香龙议员在会议上致辞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以及宗教自由遭打压的情况，并重申了他为西藏人民发声的承诺。与会的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联盟主席菲奥娜议员则表示，这一拥有42个成员国的国际机构已选定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为今年12月份的良心犯，以示支持。与此同时，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率领，议员格西拉让巴、果沃洛桑彭德和顿珠扎西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六12月16号圆满结束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期5天的游说活动。在德里展开游说活动的最后一天，代表团成员先后拜会了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法鲁克·阿卜杜拉、印度铁路常务委员会委员、社会正义和赋权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资讯委员会委员、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和新闻与广播资讯委员会委员等政要。在拜会上述政要后，副议长卓玛次仁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由印藏合作论坛举办的西藏问题座谈会，并会见了该组织的首席赞助人英德莱什·库马尔先生等领导人。在为期5天的游说活动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拜会了来自印度各政党的20多名议员，以及20多名联邦议会议员和其他重要官员。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森庄马于本周一12月18号圆满结束了对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捷克布拉格的3个欧洲城市的访问。上周四12月14号，诺森庄马部长与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早餐会，期间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以及加大对法国藏人社区的支持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杰奎琳·尤斯塔等多名议员出席了早餐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和驻巴黎联络官图登次仁陪同部长拜会了上述政要。随后，诺森庄马部长与巴黎副市长让·吕克·罗梅罗先生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以及就如何加大对法国藏人社区的支持，特别是对巴黎周末藏语学校的教育事项进行援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结束对巴黎的各项访问后，诺森庄马部长于上周五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进行访问，随后于12月18号上午返回印北达兰萨拉。此外，在首届国际僧伽论坛于本周三12月20号在菩提迦叶举行之际，欧洲越南佛教统一会主席释心切法师和副主席释如殿法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干涉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宜。两位法师在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干涉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尊重藏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同样，他们呼吁国际社会未来不要承认中国政府任命的达赖喇嘛转世。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冈玛森格于本周二12月19号礼节性地拜访了捷克共和国驻澳大利亚新任大使雅纳泰勒。在拜会期间，代表冈玛森格祝贺雅纳泰勒就任捷克驻澳大使，并向大使介绍了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捷克与西藏之间长期以来保持的良好关系等议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